見到12000名球迷入場，當中約有1000個當地嘅華僑專程嚟到支持祖國。精鋭盡出嘅南斯拉夫喺上半場8分鐘就打開紀錄，米夏洛域罰球斬入禁區，中國隊門將江津稍為猶豫，就俾米積道域喺遠處頂入，領先1-0。南斯拉夫嚟緊仲安排咗連串嘅備戰計劃，5月底會嚟到亞洲，除咗回訪中國同去南韓之外，6月3號仲會嚟到香港同南華踢最後一場熱身賽。不過主隊喺領先中國1球之後就改踢穩守波，令到比賽變得沉悶。而中國隊礙於攻擊力所限，埋門亦都唔多。南斯拉夫一啲都唔大貪，贏1球已經好滿足啦。下半場佢哋換入後備球員上陣，令到球迷好不滿，仲不斷向主隊喝倒彩。結果雙方都再冇入波，南斯拉夫小勝1-0。中國隊雖然輸咗，但係教練米路天奴域賽後對球隊嘅表現仍然表示滿意。佢話中國正準備緊亞洲杯，今場佢哋喺南斯拉夫呢支高水平嘅球隊身上，的確學咗唔少技術。有線電視記者朱巧娟報導。2002年世界盃南美洲區嘅外圍